日咱要看的圣经节是伫《使徒行传》第16章，咱要对23节看到34节。《使徒行传》第16章23节，拍真济话，拍真济下，就关因伫家，吩咐关家下严紧固守。顾家下受即号命令，就关因落内顶家，空因的骹伫柴坑内。若是半暝，保罗西拉祈祷，吟诗学了上帝。关伫家里的人也注意得听。忽然地大动，直到家的地基拢摇动，家的门也两边拢开，众人的身躯一阵落。顾家的人醒，看见家门开，拍算家仇拢已经逃走，就背倒要家己抬。若是保罗大声叫讲，无得家己伤害，冤拢伫遮。顾家的人叫人抓火来，跳入去，摇摇带，拍伫保罗西拉的面前，带因出来，讲：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以及你的家。就用主的道理讲，互伊家内拢总的人听。伫迄暝、迄时，顾见的人带因去洗因的伤，伊甲全家的人及时拢受洗礼，带因上伊的厝，备饭互因食。已经信上帝，就甲同家大欢喜。以上愿上帝所咱所读伊的话，咱都的题目是咱拢伫遮。要邀请总会研发中心的主任黄泽燕牧师，咱请黄牧师。请咱刷到额头来祈祷。恩典的主上帝，当这个时，求你的神甲阮三合伫地，通将阮过去一礼拜所拄着欢喜、快乐、艰难、目屎，拢摆咧伫你的面头前。互阮将阮的重担放落伫你的面头前，重新通过你的话语来领受，得到快乐。帮助阮，互阮因为阮听你的话语，愿意搁一遍牵调伫你，重新有快乐来跑走阮着跑走的路。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明仔载是5月19，我毋知影咱对5月19的印象是甚物。若要讲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仔日，5月19捌发生什么代志？5月19是台湾伫800年代、1980年代开始咧讲起爱反戒严的一个日子，用5月19正做一个开始。所以伫旧年，伫新台湾和平基金会以及政治受援者的联谊会顶遮的社会团体开始咧发起一个叫做“毋茫将5月19/519”甲伊定做白色恐怖的记忆日，毋是纪念日，是记忆。伊爱逐个人拢会使来会记得即个一天，用即天来行做代表台湾捌伫迄个威权时代行过白色恐怖的一个日子。当然，这是这个受害者甚至受害者的家属因毋茫的一段历史。毋茫讲会使将因过去的苦难甲伊记落来，就好亲像咱的教会不时伫遐咧纪念马偕博士来到伫北台湾
对加拿大来到伫北台湾，伫遮来传福音共款。因嘛隐瞒讲，过去这段历史顶头的伤痕，会使互咱留落来，互人记咧，无互人袂记得。但是对加害者来讲，因却毋茫讲看会使呼呼去，大家拢袂记得。上好莫提起这段的历史。台湾面对家己历史的这个难题时，其实咱都爱去想，是要甲袂记得，也是要甲记条咧，毋茫讲无过一遍来犯共款的错。昨伫西门町有一个由总会教社会友善会、教会甲社会友善会包场来看一场电影，叫做《消失的国家》。这是一个美国的导演，伊用差不多7年久的时间，伫遐咧翕迄个纪录片，是蔡英文总统的纪录片。伫迄个中间，蔡英文总统咧讲起讲，面对着转型正义的时，伊伫遐咧讲台湾，因为伫咧改革民主改革的中间，无用暴力，无流血，所以嘛留落来一段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伊讲这是台湾要靠继续伫民主顶头，行伫民主这条路顶头，咱家己所面对的课题。这嘛诚做一个社会真侪冲突的根源。到今仔日，咱犹原伫遮咧承受，在几个社会伫遮咧承受。虽然是安尼，咱袂使讲我唔爱伫即个所在，咱犹原伫即个所在生活，咱犹原伫即个所在徛起，犹原咧讲咱拢伫即个所在。今日的圣经《使徒行传》16章，对至23节一直到34节内底，第28节，保罗伫迄个所在喊一声，真大声咧遐咧讲。阮拢伫遮，阮拢伫遮。当咱听到即句话时，咱甲讲这是一句咧讲什么？咧表达什么的一句话？是欢喜自即个时阵咧讲的话是无？阮拢伫遮，啊是讲真毋甘愿、心不甘情不愿讲出来一句话，讲阮拢伫遮。但是一个咱伫迄个所在，感觉讲啊，咱的处境拢共款，所以阮拢伫遮，甲你共款。当时咱会去面对着共款的即句话，伫迄个所在，因为处境的无共，所以共款的一句话，因为迄个语调的无共款，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无共款。伫无共款的情景，即句话就有真侪无共款的意思。无共款的情景中间，讲即句话，嘛有可能有无共款的结果。比如讲，咱时常当拍招好了，有当时袂记你讲今仔日是礼拜几，所以结果今仔日拜几，一句真简单，咧问人讲到底今仔日是礼拜几？礼拜日还是礼拜一？但是这句话伫历岛的政治家学内底，讲有一年，因为遮的政治犯爱去伫因的会堂，讲爱去甲这个蒋介石的上来鞠躬。因为迄是10月31日，所以讲礼拜咧去鞠躬的中间，爱家行咧的中间，雄雄有一个政治犯，我转来甲伊后壁人问讲，10月31日今日是拜几？即句话讲咧袂得啊！你哪会使甲蒋介石讲是几？所以。因为本来的刑期以外，因为即句话讲今仔日拜几，去用加5天伫绿岛。
这是历岛的政治犯因咧讲出来一个故事，嘛有可能嘛伫遐咧讲，伫遐咧甲咧讲声就讲阿贵袂使凊彩讲拜鬼哦，无吼，袂使甲问讲礼拜鬼爱甲讲礼拜，今仔是礼拜礼拜字，袂使用台语讲今仔是礼拜鬼。亲像安尼笑话，亲像安尼代志，互咱会知影讲一句话伫无共款的情境中间，有可能会无共款的结果。今仔日咱圣经所读的这段故事，其实是伫保罗因伫菲律宾迄个所在，伫遐咧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中间却去挡人财路，所以你若头前看，伫19节的所在，伫19节的所在讲，查某路的主人看到因趁钱的5万拢无去，就甲保罗甲西拉诱咧拖去伫市中心见官员，本来。会使透过这个查某路的来趁钱的这个主人，发现着讲保罗叫伊伫迄个查某路的伊的身躯顶头的柜台化讲点了后，叫伊出去了后，去挡人的财路。所以伫迄个所在，因为安尼去用诱去到伫市中心去见官员，然后甲伊讲这是来扰乱咱的城，因是犹太人。讲遮个人是来扰乱咱的城，要互咱的城引起不安、引起冲突的人。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23节讲，平等甲因讲真济了后，甲因关落家，佮命令各家的人严密看守。伫遐你会看到讲，伫遐甲伊讲真济个，即个讲真济个，毋是讲真济个了。你若去看到第33节的时阵讲，带转去因兜平等，带转去到因兜，甲伊安那。故意的伤痕，所以迄个讲毋是安尼凊彩讲尔，是讲到有伤痕，讲到有伤痕，毋是干安尼尔，讲各家的人接着命令，甲因关落内家双骹，甲因扣伫叉弓，甲因的骹双骹拢甲甲伊固定。咱简单来讲，就是固定，互伊袂使颠倒。讲甲伊扣伫叉弓，你会发现着讲，保罗因为因伫遐组织一个人，伫迄个所在讲，因保罗感觉真讨厌，就过去甲迄个邪神讲，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对伊出去。邪神随时对伊出去，保罗敢若讲一句话尔，因为感觉有即个人伫遐一直咧讲，咧甲因伫遐咧喊话，咧讲因是至关上帝罗卜，要对你宣布得救的道路。你若看读头前遮的，伊咧宣布敢有毋对咧？但是保罗感觉真烦。真野性，真讨厌，所以叫伊叫这个邪神对迄个人的身躯出去，因为安尼去用讲，而且伫遐骹我爱去用钉条咧。咱若是保罗，咱若拄着亲像保罗前讲的时阵，拄着即种的待遇，咱的心会安怎想咧？其实，当我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我去想起我以前咧协助的教会，伫新竹的新丰教会的一个会友，伊的名叫做陈新杰。
伊一直到有一天，伊较摕一本册，讲牧师，这本册你摕转去看。摕这本册，迄本册叫做讲不敢向妻子说的故事，唔敢伊的牵手，不敢向牵手说的故事吼，唔敢牵手讲的故事。当我看到迄本册时，我知影讲伊是一个政治犯。其实，若讲伊的故事，伊是1963年的旧历过年，去到伫雾峰，伊的同学，伊高中的同学的厝，雾峰教会的一个长老，伊的囡仔叫做黄仲光，讲去因的厝过年去因兜食饭，去因兜食饭了后，过半冬，伫军营内底去用掠去，讲因为伊参加即个台独叛乱的组织，干那去食一顿饭尔。啊，同学三甲聚会，无毋对，有伊的同学内底有几个人有即种参加组织，亲像咱咧讲伫太原发生太原事件的时阵，去用枪杀的江边坤，迄天嘛去到伫黄仲光的厝咧食饭，但是伊完全毋知，就伫遐食饭，然后就去用掠去，掠去到伫伊即个警备总部伫遐来受审问，讲伫受审问的中间有真济的酷刑，因为伊家己已经特别挡袂牢啊。因为一直爱叫伊讲出是甚物人，佮有其他有甚物人。伊伫遐讲伊去用受刑甲讲已经挡袂牢，已经绝望啊！讲毋知家己的意志有法度佮继续落去无？伊知影讲伊若凊彩嫁出一个人，伊就免受着即种的酷刑。但是伊感觉讲安尼良心对袂过，所以伫迄种刑啊真厉害，中间伊家己嘛，伫遐感觉讲，我毋知有法度继续伫遐安尼保持即种无要出卖家己的同学的即种的心无。伫迄个绝望的中间，伊讲伊去用送转去伫伊家己的房间的时，忽然间有一个人准摕一本圣经互伊，即个人是钟谦顺。钟谦顺是台湾客家北部客家宣教的前辈，叫做钟阿妹的后生。今仔日圣经公会的总干事、总事会牧师的阿公，钟谦顺阵读一本圣经互伊，然后甲伊讲：你去读要我拗起来的所在。伊甲圣经献去，钟谦顺甲伊拗伫什么所在？4篇23篇。听讲你去读一篇，用一篇做你的祈祷，真正。陈新杰，伊真正伫迄个所在，阵摕迄篇伫遐咧用迄篇，摇花水摇花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一件，伫遐安尼祈祷，定心去得到开朗。我去想起即件代志。当我咧读即段圣经的时阵，其实我去想起我即个会友，伊家己咧讲起伊家己故事内底即件代志，但是这伊出狱了后拢毋敢讲，一直到2000年伊得到平反，得到保障了后，伊才家己的故事写出来。保罗因游玩伫迄个所在。因伫迄个所在咧祈祷，因伫迄个所在虽然受着压迫，伫苦难中间，圣经甲咱讲差不多半暝，保罗甲西拉咧祈祷，吟诗学了上帝，其他的犯人拢注意咧听。25节咧讲因游玩伫遐咧祈祷，吟诗学了上帝，受鞭拍。伫艰苦的中间，
保罗他有迄种气力，伫遐继续祈祷，然后吟诗学了上帝。我咧想，我若想像保罗共款，我若亲像单身结兄弟共款的时，我可能毋是伫遐学了上帝，吟诗学了上帝，我可能是伫遐咧咒诅上帝。是安怎我拄着即款的代志？我敢有做啥物毋对？但是伊伫迄个苦难的中间，因犹原倚靠上帝。但是叫兄弟，伊伫遐咧讲，点到尾后来，因去用送去到伫经理的所在，关伫遐的时阵，因讲只要礼拜日有本来的人，因就三甲组织做伙。本来的基督徒，因就三甲组织做伙，用短的时间，因三甲组织，迄个会使自由的时间，三甲组织咧创啥？伫遐做真短真短的礼拜。三甲祈祷，三甲吟诗，然后伫遐读圣经。我这是做伊伫家内底的一个真重要的困难，毋是干那单身叫兄弟安尼。高准明牧师去用掠去的时阵，犹原是共款，伫家的内底伫遐吟诗，伫迄个所在来祈祷，伫遐咧讲起上帝的天。当时咱看到即种伫苦难的中间，因安怎咧倚靠上帝？因怎样伫迄个苦难的内底，继续伫遐来讲起上帝的疼，犹原伫迄个内底。咱若看到遮，有可能咱有真济想法，但是故事毋是干那到遮就结束，迄个故事继续发展落去。伫因吟诗，伫因祈祷，咧学了上帝的时阵，讲26节讲，忽然有大地动，至到家角的地基摇出，所有的家门随时开，犯人的家人拢落去。我毋是干那咧尔，讲伫迄个时阵，讲忽然有地动，家角的地基。伫遐摇出，所有的家门随时开连续，这犯人的家人拢落落。意思就是讲，好亲像因的祈祷，因伫迄个所在的懊恼，互上帝听到，伫遐咧甲因解救，互迄个地动，互门拢拍开，互遐个家人甲因。伫遐定伫迄个所在的遮家人拢总落去，所有人拢总落落去。意思就是讲，因拢得到自由。对咱来看，这敢毋是上帝拯救咧？这敢毋是上帝恩典？上帝有听保罗的祈祷甲学了，咱可能会有安尼伫迄个所在安尼咧想，拄好亲像。伫出埃及记内底，即个上帝甲摩西讲，我有听到遮个以色列人因的哀哭，因的喊发，因的啼哭，共款，上帝伫遐爱摩西去甲因带出来。保罗伫即个监狱内底受鞭拍、受冤屈，好亲像伫遐，上帝有听到。然后要甲伊讨办，要甲伊拯救，互伊得到自由。若是咱，当咱去互钉伫骹，甲骹钉条的即个锁链拢总断去，拢总拍开的时阵，咱会安怎做？我相信，用人的人性来讲，那。我卡连我遮个，若真正拢转去，我一定会走的。我才有可能阁继续留伫遐咧。他甲歹伊讲，我一定会走的。但是你甲看，无毋对，遐个遮个代志是上帝的拯救，上帝
偷放因，互因得到自由，迄是上帝拯救保罗甲西拉，但是伊也看到讲，保罗甲西拉得到自由，因毋是安尼就走去。讲即个地动，若来讲，迄个大应该大甲咱有可能无法度想象啦吼，因为伫遐咧讲孤单的人，讲醒起来，意思就是讲孤单的人叫即个地动摇甲阵安那，头壳戆，有可能安那昏去。我毋知咱有经验着迄个地动中间，迄种你徛袂牢，啊，规个头壳会戆，即种的经验。我捌一遍救治，迄是救治伊了后的一个余震啦吼。伫高速公路顶头咧赛车，发现家己的handle愈太安那抓袂牢，车歪来歪去会偏啊。结果无偌久，我才知影讲哦，又发生余震，哦，差不多5点几了。你会发现讲，即个地动的中间，讲遮个孤单的人，伊讲昏去，讲醒起来了，还是讲回神了啦，回魂了后，伊甲看到讲啊，死啊，遮个门拢开啊，遮个人毋知走出去啊。所以，伊伫遐拍算讲，遮个关伫监狱内底，遮个人拢走出去。但是保罗因却选择一个，互人意料的，做出一个互人意料的选择。保罗因无因为卡连转去，才会所连转去来离开。保罗因伫迄个所在，无因为安尼。虽然圣经咧甲咱讲，遮个固守的人、孤单的人醒起来，看见家门开，想讲遮个犯人拢走去，拢逃走，就飞刀要自杀。家己遮个犯人走去，家己安那无尽着责任，一定会去用安那。会去用法，有可能家己嘛爱用家己的性命来赔偿。但是伫即个所在，保罗因却甲伊讲，毋通伤害家己，阮拢伫遮。即个应该大家得到自由，拢应该走出去。讲保罗、西拉因无走出去，其他的人嘛拢无走出去，拢伫遐。上帝的拯救真正奥妙，虽然断开，甲因束缚的锁链，甲因偷绑，毋是干那保罗、西拉，也是所有伫迄个监狱内底的人，拢无走，一个嘛拢无离开。是安怎一个都拢无离开咧？其实有真侪时阵。咱咧感觉讲得到自由，什么叫做得到自由？得到自由，毋是要为着要逃走，得到自由，毋是要为着逃走，所以互你有自由。我毋知影咱大家对自由的渴望是安怎？我对高中开始就足渴望自由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发生一件代志，我的表小弟对美国转来，阮两个人真欢喜，准招伊出去踅街，伫街仔路顶头，阮两个人手安尼，迄落烧满咧啦吼，经早头遐就甲满咧，两个人行伫街路真正欢喜啊，真轻松，真欢喜。第二天我叫阮的老师叫去。就是讲要甲我记过，因为讲我不曾提头，既然在街上跟女生勾肩搭背，因为你知影伫美国都没有法禁，所以我的表小弟头毛留到遮，
看到伊转来，我其实就已经安那足欣赏啊，头毛留真长，啊，我的剃了3分头，所以我甲伊勾肩搭背。我的导师感觉讲我是甲查某囡仔勾肩搭背，讲要甲我记过。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感觉我太生伫即种所在咧，足毋茫讲会使自由，会使自由自在。啊，我听着伊伫遐咧讲因咧上课，啊无亲像台湾啊咧考试，足欣赏的，足欣赏嘛，真做我。对国中开始一直咧反抗考试的即件代志，迄个时阵，迄叫做自由。但是自由是要做啥物？我嘛咧伫遐咧想，到底自由是要互人正做啥物？得着自由，保罗伊伫即条故事内底咧讲，因无要逃走，因无伫迄个所在要逃走，因为伊知影。这个耶稣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毋是干那要叫因逃走尔。上帝的拯救，的确有伊的意思伫遐。伊的意思，伫迄个所在是要互人来信主耶稣。所以，这个国家的人看到因拢伫遐的时，伊伫遐咧讲：先生，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救？对这个国家的人来讲，一定的犯人拢无逃走，拢无逃走，这是一个对伊来讲，伊想象袂到的一件代志。所以伊来到保罗面头前问讲：先生，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救？因为伊知影讲，伊的性命其实是伫保罗的手头中间。保罗若甲伊讲无，这阮的骹这门拢总。即个国家甲阮拍开的，伊毋知影要安怎去共解释。所以伫即种的内底，保罗甲伊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就会得到救。着信主耶稣，保罗咧甲咱讲一件代志，讲阮拢伫遮的时，是要伫即个所在三甲来做见证，是要叫人来信耶稣。毋是讲迄个叫人上帝互因得到自由，就是要互因逃走出去，闪避因的责任。得到自由是要伫遐来见证耶稣的疼。所以保罗甲伊宣告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伫迄个所在讲，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一定会得到救。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一定会得到救。伫遐咧，甲伊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看到，因为安尼，因伫迄个所在，拢伫遐，毋是无目的的，拢伫遐是要甲即个国家的人相合做伙，互即个国家的人伫迄个惊遐。绝望的中间，重新去看到迄个愿望。伫遐，咧讲起讲，因两人，即个国家的人甲伊全家讲讲解主的道。伫遐讲起讲，什么是主的道理？因将主的道理，互伊甲因全家人听，所以。保罗因伫遐是要来讲起主的道理，迄个伫遐是带出行动的。伫迄个所在讲，阮拢伫遮是带着行动的，互人伫行动的内底，互因互相去医治。你若看第33节的所在讲迄暝国家的人带保罗甲西拉去洗空喙。然后，因全家的人拢随时受洗咧。因去洗保罗因的空喙，互因的空喙会使得到好的照顾医治。但是因的灵魂、因的性命
嘛伫迄个时阵，讲因随时接受洗礼。上帝通过一个真看起来真无公平的事件，通过安尼去互人看到肉体甲心灵顶头得到的医治，甲新的生命出现。迄个行动，互人充满着真侪的欢喜甲快乐。咱看到，伫迄个所在，互咱转来想，今仔日咱徛伫即个所在，咱徛去伫台湾，面对着侪的挑战，有真侪有可能咱会感觉讲是安怎会发生伫阮的身上咧？信仰毋是伫遐停落来，啥物拢无爱做。信仰毋是干那伫遐停落来，啥物拢无爱做。咱会看到讲上帝其实伫上帝恩典内底，咱爱讲咱拢伫遮，阮拢伫遮。咱爱甲其他的人讲，阮拢伫遮，看见人的需要。然后愿意伸出咱的手。大过身的教宗方济各，伊其实留落真侪奉孝念的话，奉孝念的代志。当然，嘛有迄个互我真看袂起的代志。但是人就是人，伊毋是上帝。亲像讲，伊对中国教会的态度，我都真无认同。但是伊伫迄个所在咧，不断咧提醒人一件代志，提出基督徒一件代志。伊伫遐咧讲吼，毋通惊拍拉散咱的双骹，毋通惊讲咱的双骹会安那伫遐拍拉散去。伊爱基督徒会使踏出去伫社会，伫迄个所在，用咱的行动去攻击上帝的天。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之日，咱伫周杯内底，拢有业一张玉山神学院伊的奉献，即个奉献地啊。啊，伫伊后面有咧讲起讲玉山神学院的需要，甲伊带倒的代志。真感谢上帝！伫旧年伫花莲的地震了后，台湾的教会咧甲因讲，阮拢伫遮。含恁三甲做伙，所以虽然伫因的遮的校舍有小可受到影响，甚至有的所在已经互人感觉危险，但是当政府的遮的工程技师去鉴定的中间，讲你还无达到尾咯，所以毋是红标，连黄标都无甲因打。但是遐就是爱修理。虽然安尼中间，即个教会，咱的教会三甲做伙，为着因来奉献，三甲关心，互因定心伫迄个地动中间定心徛起来。因伫迄个所在并无逃走，因伫迄个所在继续咧训练学生，成做上帝使用的工。虽然因嘛去拄着挑战，因为献身的学生愈来愈少，这原住民的教会中会去看到这件代志，一两三冬不断伫中会内底讲，咱来鼓励咱的少年人三甲做伙来献身，鼓励少年人来献身，成做上帝的工。相信因有将因是需要，因想要做的重点下伫即个所在，咱徛伫即个所在，咱嘛要甲因讲，阮拢伫遮，阮愿意甲恁三甲徛做伙。望咱三甲伫即个时阵会使纪念神学教育的重要，用祈祷甲奉献，甲因三甲做伙同工，用安尼。咱会使三甲做伙
来参与伫新学教育的事工，伫原住民新学教育的事工，甲原住民新学教育、原住民宣教的顶头。望咱三甲做伙会使真大声来甲玉山新学院，来甲原住民的教会讲，阮拢伫遮，阮愿意和恁徛伫即个所在，做伙诚做见证。也不断伫咱咧祈祷的中间，咱会使孝念因，毋是干那孝念玉山新学院，孝念台湾的新学教育、台湾新学院、台南新学院，互咱不断咧讲起，亲像明仔载是519即个有要甲定做，即叫做白色恐怖记忆日共款，咱不断伫祈祷的时阵，孝念遮的新学教育，用安尼来讲起咱的重视，甲咱甲因三甲做伙，三甲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影你互阮得到自由，并毋是叫阮倒闪。你互阮得到自由，是叫阮甲你三甲做同工，亲像你互保罗、西拉得到自由的时共款。你爱用因伫遐来诚做见证，遮个国家的，遮个凡人讲起信主耶稣。就求你的神欢迎阮的性命，伫阮的日常生活内底来讲起，阮拢伫遮，阮愿意甲恁三甲做伙，甲需要的人三甲做伙，阮也时常提起阮所看虑的事，阮所纪念的代志，帮助阮用安尼会使有份伫宣教的事工顶头，用阮的性命诚做芳芳的祭来献予你。因带带领阮每一个人有勇气面对阮所要面对的挑战。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